探究这个后面第四个 group 一项，有个人啊，你看伊讲啊，若是讲一个人啊，伊阿爸若是生 cancer、advanced terminal cancer， 伊看到伊阿爸是持仓干呢，咱伊甲doctor讲doctor，你看啊，伊 cancer 呢大，安尼臭味空呢是我仔是袂好啦，doctor 拍针回死啦，拍了回去困。and then 咱去看，这个叫做 mercy killing， 你看，是那些人，是攻击人们，因为你这，也所教人们讲 mercy killing，mercy killing 啊，是人话安尼做。actually enemy 做比我爱死，我唔是讲要做死我 enemy 激死你，你看不得讲。激善是好的，我激善的就是第四个 group 啊，乱看第四个 group， 第四个 group 嘛来继续来23，乱看到第23，你同人是啥呢？激善真少啊。咁来看，伊叫doctor的拍针好我阿爸困住啦，唔使起了啦。安尼教把你教的人讲，伊是对极善心，这个极善心咧是好的行，有了这个23个好的行，这个规律定就是好。伊袂使讲，有了极善心，我爱个巴士，咱一定是实袂通。所以这朋友若是会晓阿弥达妈的人去看，正命，伊若是讲啊，doctor我阿爸我栽袂好啊，就用拍针可以付出去，咱唔使听。阿弥达妈撇讲，安尼款有2点的正心。一点的是伊极善，到伊极善心，伊有咧23回行，咧是叫做 compassion， 咱看第四个 group。到有了这个物件，赢到伊个有一个七，叫我universal，叫我赢到个有一个6，安尼伊消个真了久，看伊把这生空消出来。你个有了这个一做，你是这样的好，个19项的好，叫我，你我哋上话有讲，行到这19项，要做起来，你袂使一个来。这个19项的好咧，发出，你若是你看到一项呀，你19项有，但是你未看到19项，你会看到咧做大个的有善的，会记我上面我有讲，所以咱来看这个人啊。伊叫doctor拍针互伊啊，你来算看，19、20、30、33的这段时间，33针会行。and then 啊，第2针的人呀，一看到这个物件，臭味，看到臭味是钱，对无？臭死啊，老大！你看头时咧第3个 group， 老早是钱还是圣地无暑假，到伊无暑假了，上下面7.5、6.5，老早有，了个4个学做起来有。and then 伊叫咧爸，叫咧doctor拍针互伊啊，新闻有甲了有做，这里一针是好，一针是恶，别日要生2项的果，无听到一回果啊，但是伊极善的别日伊去出事的时啊，人真正3样伊，但是日针无针，人。拢总做一下无，你真来话我，
So you can see sometimes 有人起色，头就 ordinary clock， 起，到就變打到，砰，就是冇辦法呀。So I don't explain I don't want to be too personal 嘅，這是腦點action。So 那是 analyze 呢啊，就無論係咪 question 啊，都慢慢看，係咪其他時間，係咪聽，你出了這個聽到，假如叫 doctor please reject it，and then 那是 doctor 講 no this is not my duty，and then good is 第三道，你按照 accept doctor advice，那你唔出界 doctor， 不拉檔。Now look I understand you, doctor. I understand you. After that, doctor told me, after your father is going to die, you kill. I don't want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killing. Let him die is natural death. In a Zimbabwe Buddhist, a doctor goes, your father saying to undergo the care. 他那路叫我拍針可以啊，一聲就特別強50歲字。大家啦，就係要細啲包你看過你搞乜就俾50歲字嚟看。แล้ว他那50字了你要做啊死，แล้ว8字嚟，應該咁先老笑，伊講個社會也未還，都未走，人通想講啊，就冇得超鋼絲啊，超鋼絲有個人啊，超鋼絲都冇人啊，你睇見這個超老絲，你看這些喊出事來啊！ cancer 有了 ，and one type of cancer 叫做 sarcoma， 出事來啊，伊有會症啊。你看未走呢，你唔通想講這個安尼，攏總是 energy， 你 energy 無了是無了，了是了。So what explain about the root? What explain about Akusalam 14點？ 你袂使講攏總14點有個 incompatible 邊啊行我吃無了，有就會 incompatible 是啥物啊？大熱心甲這個下線 long view， 這個 conflict 啊，伊啊佢係 incompatible， 特別我人慢免吃安尼一行了啊，我是講你聽，some of these are incompatible。 6 and 7 6 and 7 wrong view and conceit。 這個 wrong view 啊，意思是講啊，伊看無明白個了，伊 idea 個了唔對，伊 idea 個了攏總唔對。But conceit 是伊 inordinate feeling， 伊想講啊，伊 feeling 無相。 I am superior, I am richer, I am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rest. It's a deal with it one when there is no one no care. Relativity, 他那路講路富裕，一個人我較富裕過路人， but 評價我那是 I'm very poor。 我那時佢評價天公，哎呀，甲天公出嚟本天公買哦。我真係謝曬所有嘅人啊！即使買講阿佬，我真係跳啊！你看啊，我係 friend 啊，就我係親戚，我係一世人富裕，那麼都看到三邊我，你看啊歹命，你歹命，人彎道路啊，人講你真係好命，就彎道啊，我怎麼去食呢？ 啊！你去食阿公啊！你如果有厝，如果有大埔人，如果有草本有一間厝通大，你去食阿，你看中國卡機，所以你拼啊去食阿，你無歹命。但你去食阿不如人彎道，就是彎道，你無幾用幾啊彎來做去食阿，真正好啊彎。 行淡薄啦，有土啦有通食，我一個做無幾都無通食，凄慘。I still 無幾不如人彎道。That's why the whole world is relativity。如果無幾就是彎道，地嘅會貴個。哎呀，我係做無幾，唔使做白，唔使做賭，做搶，做殺。
行10分钟安尼，唔使，我专门行来行去找食，找有食找无不要紧，唔使做兴法，即大家一赌一拍一输咧，所以你看 everyone 一个咁样就是。So a lot of this incompatibility check you sometimes I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explain. So 我將你 explain 到人聽即係樂見，即係樂嘅見，即係阿古薩拉，即係卡瑪維巴卡 ，and then Kiriya。嗰時候困難嘅就係 Kiriya action，你看，目睭看到。除了行動，除了行動啊，這個行動，either是叫做道德，還是無道德。巴利話叫กุศล，阿กุศล，กุศล是好，阿กุศล是惡。and then 那是好嘅，伊是無貪無錢無智，惡嘅是對貪錢智。係呢啲叫做辣嘅劍，唔是叫做肉。sense organ 嘅劍，呢啲是講手掌嘅劍類嘅劍。特別若是講啊，一個人伊若是生了4個羅漢，一般目睭會看到物件，一般有一個精神叫做接受嘅精神、查過嘅精神、學習嘅精神，一般有出行動。人家講，這個一個人一生了4個羅漢，然後攞起佢，萬地來接佢，係，你看，是啊，那是無生4個羅漢，就來接佢 ，OK， 我都要。已經行嚟話近咩？係不多有，and then 看到嘅是，那是好三倍，有當時流汗出來啦，有當時無好三倍看了嘛，講起嚟三倍無效我食貪錢痴，那是生了4個羅漢，伊一個甲了做嘅。伊無貪無錢無智，伊嘅 action 是叫做Kiriya。咱嘅 action 啊，平常人伊是兩項嘅 ，either 伊是叫做惡，或是叫做好，還是道德。唔是你看，那是有隻阿爸做咯，阿哥。我係教你當寫好啊！啫，你看好你針看，但是你啲大無用啊，是你去幾段時，對，你叫我寫寫，也你基本幾段，錢啊，然後你見啲，咁寫寫好啊！啫 ，OK， that。It's either kusala or akusala or hal. Tapi nanti senior psikolohan isi kyo Kiriya action. Kiriya action siapa? Ibu ho kamu ho. Itu tu functionalnya. Yang functional tentang aja kamu jawab dia kamu functional jangan dia jalan saja lah, sama motorkarnya lah. 佢得我哋行啦，我都要幾行啦。做人行啊！做人行嘅啦，伊無講道德甲無道德，伊是Kiriya。你係咪做？伊無出因果啦，伊未了有因果啦嘅，即個伊出因果啦。睇下我講人聽，未死嘅人。特嘅行動，思考嘅行動 ，all the triple actions, mental action, verbal action or physical action， 嘅原因出來是一個結單啊，頭一隻嘅結單啊是叫做意見性，
头一吨的 Universal 第四，叫我乱看电人字讲迄，电人字头一 group 第四个，伊电人字写咩？我你直接写嘛，啊？艺术性啊，艺术性，艺术性。刚刚姐姐我是阿爸啦，了我破病了啦，了路人家了隆重是我的家孙啦，隆重是哥伦布来啦，了一半个就。唔捌教我真正亲的个了，拢总是真正大只可能不教的，连教的有无了啊！一年把你才来一道，了听讲我破病人来哦，爸爸喂，你我病骨头啊，病骨啦，一个病，一个病肩头。哈！你输点无点这个喏，你点来病骨和阿爸。无人知，伊家己知，无定了伊人知，我妈知，阿爸要叫老爷来了，也是大病，一直病，这是个叫做意见心。有了安尼意见心是啥啊？学了贪心，贪讲今日妈知阿爸要叫老爷来，贪啊病，阿爸好无当无，了。姐姐一个囝呢，大伫我边啊，逐日伊大伫边内，伊逐日去顾啊。我女人较大个，囡啊，安怎乱呢？你贪肥话你说啦，爸你说贪肥你说到无清气，我也是说哦，到底讲到听互阿爸听。什么事？一个干了是个小钱包灯，做去在去做哦。这落血在真正不拉得当，让要看到我这那个不了讲人，无人会知你是恶还是好，还是你是行好是无行好，无人知，你家己知，你家己看开咧卖。所以你去定骨的是确定，你可去洗头，阿爸，你看我洗了，你看较清气，你看我搁还烫水好咯，他定是定啊，搁清洗，阿爸。你甲头前面掂啊，邊好啊諗好啦，一百你半學百你吃之後，你看人講除了一氣了，所以會定，所以這個了就叫做 self analysis，話開咧買，你知你是做惡還是好。有人咩人講啊？我看你個人配只錢又好咯，規米咁樣大隻擺，房間生骨啦，洗湯肥啦，我係湯水啦。未曉人講真正乖，真正好，但這個是騙人。要聽我這個講了是這個，我唔是講人都，這是伊家教安尼哦，安怎吃。咁你人也是做安尼，你家己你知人會是，是做個干事啦。所以我 explain 這個幾行了啊，睇下我哋講人聽，但人啲誒幾點啦，係咪講啊？但人啲做惡。有了一个12號款的精神，12號款的精神，這個12號款的精神我寫了，1甲12，但人這個做惡啊，無論你是太子還是太人，還是啲老人，還是啲老囡仔，還是啲老查某，還是你講你是騙話。騙囡仔，攏總干了是對這個12號款的精神，按這個12號款的精神破開起來啊，有8號款的精神是對抗起來，按這邊我看互人看，對抗有8項，這個是叫阿古薩拉惡，阿古薩拉惡的精神12項。
对抗的金，啊，但我唔是讲一个录音的金，对抗的金有8项，人家人这个8项。苏门那沙沙哈个当，苏门那沙你看下像个烦恼话。Actually， 苏门那沙啊，唔是烦恼话，suka and duka 叫烦恼话。Actually， 苏门那沙就是讲快欢喜哦流热，有8个心正正，心平平。啲感覺，安怎樣？人講我教人，阿公，這我車 ，OK， that， 蘇門那沙，呀，阿公，這車我，嗱我唔會考嘅，啦，你無歡喜，但你嘅心正正。所以这个叫做有8架，所以台湾这个啊对抗的啊，四号款的精神，伊的感觉是欢喜流转，四号款是对正正，台湾这四号款对这个啊感觉啊这流转，也是欢喜，伊有了。对正见还是邪见？正见你相信就对，邪见你相信无对。哦，听起较明，正见你一相信讲，有了结果哦，买牛滚哦。我若做唔到，我打考。我落地狱哦，我做少，我去提升哦。伊相信讲因果，这个啊，你是 wrong belief， 参加 wrong belief， 你个打300有当，伊参加 wrong belief， 伊就是讲头一个伊欢喜，到底你心相信无着咯，你无相信因果。And then 阿三甲你讲，十三甲你讲，阿三甲你讲，十三甲你讲，阿三上这两项，人叫伊做，也是伊家己发心要家己做。所以我好多人一个批评，这一个囡仔看着榴莲，人哋卖榴莲，你因为对抗人食榴莲。一把仔仔嘅朋友，來隻女人，來，大個後尾，我嚟睇住你走去路行，我看啦，我行啲大後尾，我看嘅人啲刮路人，啲白路人，這邊我用卡塞住啦，然後佢走，所以我塞嘅時。當然就是講出對太爽嘅，所以呢啲病人啊，流咗，冇相信因果，但係這兩個是你是阿三甲你講，伊家己發明，來就來，這個阿三甲你講，伊就做這伊就做惡，人我教伊做。This is called 就是阿莫話講啊 ，unprompted 伊主動家己愛做，這個人教伊做，所以人把這個氣啊，第一這個要氣較輕，這個氣較淺，我教伊做嘅，我做大工，了伊用卡塞去，了伊摕，伊不歡喜，我不歡喜，摕了他電話。走，別只，留咗，你個兩個人呢，真是想第三個第四，真是留咗，阿隻人來，特別唔過相信啊，特別我聽住網絡講啊，唔過啊，頭皮啊，快啲敲啊。
但是咱不到有啊，无要紧啦，真係啊！特別相信因果，特別伊個做，即個做是對啥物啊？對伊個行，伊個基咧啥哦，伊個惡嘅行真正上，伊個行上伊拍到落去。像咱有嘅人講啊，你教人了，唔通去衝擊別人嘅波啦。呀啦，胡嚟是胡嚟啦，不要緊啦。所以伊即個就是講，伊個基咧啥，伊個即個基咧啥就是伊惡嘅行背頭上。and although 伊知伊是因果 although 伊知講啊，把日落地嘅，伊無拍出，伊所不拉咁計啦。落地嘅就嚟拍出嚟講，到即個以後，因為先即等於先因果，伊叫日子個到必不要當。Not associated with wrong view, that means right view. Not associated with wrong view. DT means wrong view. Vipayutang, not associated. 無參著邪見，所以無咁無參著邪見，就是正見。伊知講啊，頭鐵是無好嘅物件。咱第5、第6、第7、第8，伊個感覺是正正。and then 伊即邊本是頭腦嘅，伊無相信因果。and 你啥物事啊？伊日漸頭鐵，都叫頭鐵啊！頭鐵關係應啦，嗱，有住啦，嗱，夠喎，嗱，都知啦。正是關係了誒，所以伊無在頭一個頭鐵是再流轉，好了啊！馬上個做啊，咱做個關係了，所以 feeling 啊，就比較嘅了。and 即個頭鐵嘅是本是一個無相信因果，一個相信因果。and then 一個是伊做大句，伊實踐嘅，嗰一個是做一卡。我拍都聽啦，都唔使驚啦。做呢下時，你實踐時要拍我走啦。所以呢個就是對行，是對抗。要對應，咱就談情多少，巴利話是多少？這是羅巴，在羅巴多少摩哈貪情痴，情的精神，特別是做情，這就是有兩項嘅。情就是無歡喜心。把自家三百有當無歡喜，按這個樣啊，這到聖地較濟是實體，體嘅時啊，有兩副款啊，冇得，咱來講一個較細，咱來講啊，一個人創治，就個人創啥，結果伊是我來，人創治我，就創治我了後。我氣萎縮啦，我想我下面我日都發過去，這個叫做 unprompted extreme provocation， 突起來，好，這個是 provocation hesitation 啊，想歸想，安怎做意思？我請伊來我厝，請來厝了，係可以食。食了係毒藥咧，食了困了時，我魚啊，伊係落面地了，係就冇到家去跌落海，白住嚟巴肚。所以，一比較真係厲害，因為這個毒真係厲害，一燒過燒，這個就叫做 extreme 啦，叫做 premeditated 係喎，咁我話是叫 premeditated，這是 unpremeditated。所以這個兩項，按照對聖嘅羅剎啊，所以你睇嘅時，
女个又惊真正死啊！今日个要请大家天公，我买啊天公，你就叫我都无钱，我要边个人我上我起来大来讲哦。你正点到咯？啊？行路行，头一张花了，开始咧人家一杯。tham chi à lô bạc cái gì mấy thiên đại các thiên công mà là thiên công thì cho nó đủ bộ thì nó biết cái là cô nó chồng nó chạy là đại là cháu anh đi tìm chuyện tao không hả thằng vô hằng thầu chỉ trong hòa liêu hỏi xe này dòng cái nhóc quý tham chi à lô bạc and then 还来加 that king 还来加 of the killing and all killing 啊不知道讲 no babi 啊 those are this 出来 and then 你查询 and 你暗暝出来 maybe 人唔追了这样出来了看暗下假的鬼事哎呀，我看，哎呀，规这个下，假水把下下去假的下去，来了下去就极限了。所以我呢就讲，还是极限啦。多少个一个人啊，几百个，这强这强，哎，这个下去下就未挂了嘞。哎，我用什么呀？用我卡脚，我就做mercy killing。我用糖吃啦，我再吃，把actually 同我讲，这诚心一个诚心，你唔是你看你家会见啥，无爽。At the actual murder, there is no joy. 你人 try 看，叫你人无 observe 看，来 try 看，他们咪假如来去做mercy killing 嘅时候，你无 joy。咁你出嘅時啊，你話他講我做好啊，我做好。because 你看到內正事，actually 冇人看到人看到一個正事，but the two data 時間是未參。就冇得講 every killing 時間就安尼。Whether it is mercy killing, whether it is killing to save somebody, at the moment of killing，佢哋將聲嘅時間啲殺嘅事。是惡是情，也都是情。無情有兩行，無情啊有八甲三甲當，兩一定是有八甲。無情啊伊無歡喜，我唔知，所以伊會感覺上就是有八甲。特別有兩款的武器，九款的武器，你自己加三百一檔means with 你自己加means 想講無心不還正 ，not believing in the Buddha's teaching， 較濟些有時想話做教，有當時是 free thinker， 伊無 religion 伊無安尼。嗰一年有八甲三甲當，有得叫300檔，有得叫是啥物啊 ？Restless， 亂唔知啥物 ，He did not know what he is doing。In other words，這個上了關笑嘅。你去打人，你去做啥物物件？安怎你做啥物物件？啊，我做，我冇做啊。你做咧講你冇做，你唔知，唔得㗎，唔知。所以這個12點是叫做惡嘅。這個12點嘅惡啊，伊會出7項嘅款是叫做果。你講到這個12點，你做了這個惡，你跨落去。一走路一個，一行路一個7號款的果，特別這個果啊，
但人这12点啊，这11点1到11，伊就就花落，第个亲像无鬼阿出咯。Surely birth in Apaya, in woeful state. But 第12个被传入了第个亲像无鬼阿出咯，因为虾米事？因为路上个笑。所以咱来看，咱来回听国经。假假我读一个人死，咱是查人，是查人了，咱老公讲是咩咩啦，说我弄笑啦，所以伊去睇咧人嘅事啊，啊咱讲看这个 medical certificate 嗰是专科老公 certificate 讲 ，at the moment 伊去睇死这个人 ，his mind is unsound。no case， 唔使叫医疗，叫我乱看，或者什么我知道。If you can prove that he unsound mind， 所以这病就是讲，因为伊这个啊，伊mind不大正 ，excess 不在半行，讲个笑，这个的精神未可以，12点的未可以落伊的考的所在。所以那是一个小人，也无讲伊那是拍死啊，咩物件是？伊就是讲，因为好一个工作，伊落地嘅，因为这简单人，你每讲你睇我无睇，我就路睇，咁你睇，所以是关键啊。What about an intoxicated person? Intoxicated person 啊，看伊是无代表有大只，安尼有大只了，乱了，unsound了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But 唔通讲啊，伊无路，伊嘅考所在有200家，你200家正係我只講啊，200家有，所以這個啊，若是講 in terms of 佢出事。因當就俾佢出事啊，11個要坐落去考嘅所在，第12個無落去考嘅所在，12這個7點伊都未到，而這7點伊是叫Seven Akusala Ahetuka Vipaka Chitta 7個哦，無見Ahetuka 無見。無見啊，貪錢之也是無貪無錢無錢，200家會高會正錢，所以若是講有做了這個物件，這個人愛來出事，伊假如我唔知，但係點無點，伊這個果若是識。這目睭的精神看到的物件是無好的物件，特別伊互伊感覺平平，人講正，所以一個地擊，若是一個人若是去出事，這地擊頭伊若是看到一個地擊的人也一個物件，就發生看到的是伊。精神真正，伊無驚過，安怎伊無驚過？因為伊也未明白，哎呦，第二家話你隻聲。So, eye consciousness accompanied by indifference. Ear consciousness accompanied by indifference. 平康嘅精神本是平平。耳仔精神，鼻孔嘅精神，目睭嘅精神，一個指嘅精神，食着頭一季食着伊嘅心平平，但係伊來個對頭面是啊，哎呀！第二道伊 the second one 無爽了，無好了，伊唔是蘇曼拉沙，蘇曼拉沙了。咱你看香菇，香菇的精神將來咯，呀，你人唔是你人出來看，
侬若是当着后面物件，伊无牛出嘞。若是你当着垃圾下路的当呢，嗰是骨啦。若是你當着一個查某嘅上課，嗰是油哦。若是你當着咧，一個看着啊那老雞教，就說你話這老雞母，切。So first contact，伊是有比較平平。And we get first contact 比較，人會通跳出苦海。那是 first contact 是苦，人會跳出苦海。安怎我講你聽 ？And we go， 將日伊去出事大啲，啊！像咱嚟 and we go， 伊來出事，就咱就把握啲尾巴架，我把握啲尾巴搭搭啲尾巴架。And we go， 伊看到嘅物件，像講故事。伊漸漸也使破啲人嘅厝，所以有做好，將啲嚟出事做人，人家一買厝，大啲工錢，叫伊講哇，我買一間厝大啲工錢好啊，我閒嘅時間我買上去屋頂嘅下面，但你自己個暗人做曬啲下面，打啲漸漸味嘅曬打啲，即個是果嚟。and we eat 也做也咩破啲人嘅厝 ，and we 故事伊咬落個底邊，伊就伊佢哋使就破啲人嘅厝啲咁嘅，伊做啥我唔是伊做，所以一個過來，所以今日伊來出看到一個工地，自己家唔使，那是伊這邊嘅一個咁樣看到使 ，and then 伊這邊那是講接受。without 貪錢先，這個是我對情事無做好，所以呢些個無氣無貪無錢無去接受。And then actually 那是真正看到這個山咁樣，我山你看到嘅時啊，後面你講來，好嘥喎。That reminds me 有一個人一起講經。伊人做就人嘅在跟山人啊，番薯一個一個剁，了西米伊工錢細，伊生嘅番薯12個，一剁一個會12個，較邊細要去煮嘅時看，按照變13個，所以看有趣，特別回來再看。一個伊啊，啲咧人放出嚟啊，都啲學嘢我都關注啊。所以 the second thing 啊，一來都無 happy 啦。所以在這呢，若是講今日咱若是看到無好嘅事，唔甲講，看到嘅時應該講看到。and 你係咪想啊？你來講看到啊 ！The first contact 啊，你看到正就是 neutral 嘅。咱要摕來想，垃圾我哋講真貴啊！所以呢，咱來大啲一個。So and 你有了一個 first contact neutral 啊 ，there is escape 係脫離尋常啦，係你係咪做緊貼好嘅目標，還是無好嘅目標？咱唔係講好甲無好，咱貼咗你有比較嚟關，看到，聽到。但是講你無安尼做，咱要做，有夠自己咁會肯定嘅。交到你嚟做生意，但你若是使用只講，哇，只只講都搞住了，然後答應，發覺到只只講嚟，我做亂話，貪錢錢，特別你若是咁樣聽到，你會使哦，聽。and then 你若是講啊，搞嘅聲會少。
有感觉6行直接，如果狗你要自开嘛，直接狗我会治你。So because every of this contact kalian is neutral, there is escape. Tapi 对上古的无 neutral 啦，上古的啊，那是上古当朝的无 neutral， 但是这上古啊，你若是做恶，你 first contact 就是靠，所以人若是出事啲地击啊，赌啦、抢啦。And then 你若是 first contact 你去打到起死鬼啊！你无讲neutral啊，你无讲强调，当朝是这个听了，所以不要讲啊。Body contact is either pain or joy。你看，你若是帮啲涂骹，还是骨，我若是热天你帮着你食着。I say lame, but the same sense of that， 把你讲声都讲，哎，这小lame啥听不进去，哎呦，你 lame 我嘛，都不起。所以你看 ，contact body contact 讲就是 pain 加 pleasure， 八项，这个四个筋、目睭、鼻腔、肌加耳啊。特别 first contact 讲就是 neutral， 但是随对个紧是爱切来听，切来听，你看到会啥样？但是讲你看到人去借钱的，你再讲正骹、倒骹、正骹、倒骹，一个查某伊行过了，你看伊骹真正听到，你若是无听到。真正，哦，有声了，就是你来听到声，是声 neutral， 伊无讲，咁你摕来声，人卡斯查某听到，查甫妈有听人卡斯查某 ，and then 你看到目睭部，硬只看到一色 ，and suddenly 你 appreciate 你色。看见，就 when you start thinking， 就来了。When you don't start thinking， 你渐渐看，声是声，看到是看到是声，听到是声，味道是酒味，无讲汤啊臭。你唔是有人问看，有人虾米物件你摕来呢？还是些人，不是假，不是他不假，不是。佢在作妖，你唔知你講，不是不假。So the first contact is neutral。你唔是你看有當時啊，你行入來啊，個是兩三人幫陪咗，你行入來，你味啊，三陪嘅味咯，他會味都味出。所以你看好啊，all this context， 都加入我頭先，為之我啲上單好多人問上 questions and answers，then tomorrow 我再說咯。今天唔能其他哈。You mentioned just now about premeditated killing. Okay, I'm listening. What about, let's say now, you have to kill in order to defend yourself, then defense too, like soldiers are defending a country, you have consequences of such. If you are a soldier or somebody attack you and your life is in danger, the person has intention of killing you, yes. So in the struggle, you kill him instead. So let's say I kill the person instead. Yeah. So what will be the karmic consequences of my action? At the moment of killing him, it is sasankarika.
Sasangarika, I was prompted, I have to defend myself. I kill him. Of these two is spontaneous, very powerful. This is right. Killing is under dosa. At the moment of killing, but other things are involved. The first consciousness is to see danger. Correct? And then, what is this danger? It is actually dosa. Dosa or unhappy. And this unhappy is what? Caused by clinging. I don't want to die. Clinging. Then I must strike him. Clinging is greed. Hate, greed, hate. You hav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 What is the karma? You will go to evil state. You did killing. But if you, I am a precept holder. Because some of them, I tell you a real story that told by the Buddha. Correct? Ujijit Chile Gopa Tauhui means gang robber. And then he cut away Lang Kui Chile Pa Pachao. Pachao Leo Boy like Lang Tak Lang Chile Pot On Chile Pa Tak Kui Chile robbers. And then on surround the jungle with soldiers. And soldiers like this, switch up chain. So what is Gopa Lang? And then he Lang Sai Juk Pao Uya. And in the forest there was a monk. And then Chile Gopa Ekwa, Long Chong Pao Uy, heavily armed Kalau, Che Bu Kiam Kalau. And then he Lang Ki Chui Chile monk. Bante, protect us. Give us refuge, cứu chair, cho lang để cứu chair. Thế lang là gì trái công bị xí là gì toàn cứu là cứu nhà. Thắt luôn bị cứu nhà. Vì thái lang là gì bộ chữ lang cứu nhà bộ phát sập thang lại cứu ở đây. Tôi sao cứu nhà. Tôi sao có ngõ bị cứu luôn. Lu ek cài ek cứu luôn. And then anh cho không ai cứu được có cài. And then Chile Hui Xiao, how Chile Gopa 5 precepts. Pana Ti Pata Kaya Chile Gokai Kong Kaleo la. After it Kong Chile Gokai Leo, it Kong. Under no condition must enjoy your local visit for Chile Gokai. And in the forest, Chile Hui Xiao, Chile Hui Xiao, Chile group Hui Xiao, tapi Chile Hui Xiao Zhou Tao, the group Hui Xiao. And 无了会人会去的把也往前去保持。他那这个参加这个大家人，会人去保持。And then Messiah 保卫了自己挖，the circle gets closer, surround 了围绕了在 soldiers 来。你来做咩？我来保持。你做咩？你是拆咗？你講穆沙瓦拉唔當話，做特嘅事。And because of 回想解講，都必須話俾解。按照樣 even at the cost of 你命生命關係不都必須考慮解。隆重事，and 隆重去提醒。Because at the last moment, if it don't is Xiaogan. He like to see, tapi can't want see with that guy. The last stop moment was, we have virtues, walang ungkan.
and that is very strong kusala. Hop, should be thinking. It happened during the previous Buddha, Buddha Kassapa. There lunch with Gautama Buddha lai jamsiang, ilang thinking liao liao, look like to see to fishermen. And Hamisu like to fishermen, Tanjak, the best saying, and then could see ilang the saying. This is how it is. So ilang, uelang a pioneer. 也因过出来出事，伊人就要抬猪、抬鸡、抬鸭，所以伊人对因过无好，所以建议伊人来出事做人 fisherman。特别头一道啊，因为伊人把嗰啲前景啊大咗36年出了落来出事，然後伊人嚟到大漢了嘅時，即係大把嘅規頓嚟出事做 fisherman village。 and then long jump 去靠海，頭一道去靠海，日就一尾湖，and 一尾湖無人捌看到安尼款嘅湖，and 這個湖是 actually golden fish， 嗰啲這個嗰啲江嘅人，and then 人看到這個湖安尼水安尼來咯，特別這個湖呢開出嘅時啊，規個叫做上邊嘅燈啊。 佢嘅卜街啊，味着臭味，人哋人看到安尼來落，如果安尼水咁嘅吹，安尼臭，人帶這個湖底直接轉，參這個轉嘅500個也去學，發現那啲景，人發現那啲人看，哎呀，安尼水嘅湖，你講人驚咗。 sama sambudan ni, Gautama Buddha jadi cai hamis tu, ane cilipu, ane sui, dah kejihan, anjay kui cui, ane caubi. Dan ilang ya, cili pasti nanti orang jauh ya cili cili kita warna mui Buddha, dan Buddha kem. Kasapa hulit jamnya kata isi, cili lang kalau tu. 一名家爸做回乡，伊有阿哥，伊家己个阿嬷，个一个小妹，死嘅一个家庭。and then 伊个生了罗汉，伊阿嬷，伊个小妹甲伊家己做离国甲回乡，and 这个回乡名家爸，讲经那么完，特别一经啊。 伊轉來個轉去，唔對伊講較對，對伊講較唔對，伊對人真伊真正搞，人鬥非常鬥互伊哥聽，伊哥來講伊，brother 你唔通安尼做，啱啱未使轉來個轉去嘅，你無猜了路無間對嘅，伊哥跳出過海，所以。 Buddha 看到這個是 Buddha 講話嘅這個湖，係教啲學甲別人聽，係這個500個 fisherman 嗰啲有事，就 Buddha 講 ，Are you Kappa? Bhikkhu Kappa? Yes, Bante. Where is your brother? You know what brother? Attain Nibbana. Where is your mother and your sister? ตัวที่โบกันเตะเกลูกที่ตาลุชุดไหลว่าบาลุขี้ไหลที่โบกันเตะเกกุยแล้วทางอะไรขี้ตาลุว่ากูไปตัวที่โบกันเตะเกอันนั้นอีจิจาหูคอกกากีที่จุนเนี่ยคอกแล้วสิยังบุดาก็ already in โบกันเตะเกจนขวานดันจะได้กอปะเอง fisherman อยากจะได้หูเอกกุศิสิโจท่าไรอันนี้ก็ไกลเนี่ยจะได้บอกไปขวัญอ้ยอันนี้厉害อันนี้ชี้ช้ำอันนี้厉害ลูกขวัญโบกันเตะขี้แล้วอันนี้กูทางเรากูตัวโตเก่งกูโบกันเตะthen ก็ไปชุดแก่ and ก็ไปถึงสิโก้就ร้องอ่ะไทยสีหลังท้องหุ่ยลูกขวัญอันนี้กายเซฟีอันนี้กายไว้来落来出事做人，睇到就無得，過來睇就跳出過來。
咱个做啲拉ਕੰਮ，你看，好嘅人佢，所以是 don't despair。Are you satisfied with my explanation today? So 那是一个人要睇死啊，睇咯。Soldiers, military, Soldiers killer. part of their job. It's a part of their job. 那是叫我去啊，我家庭冲，我跑我死啊，我都冇法子。你俾我做，做我講我未做，你會做嚟啊！我砰！啊是我媽砰嘅事，你有未砰我而家燒頭先，我做變咯。我繼續安尼做親咯。那是講馬姐講識我做兵啊，我成日最來爆行頭先啊，而家會攰死我而家燒頭先。